中华民国是主权国家，台湾从来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中国的国台办上是来批评赖清德，也是来批评他对台湾独立的立场。你们是对这个说法有什么样的回应？谢谢。OK， 谢谢您的提问。我们有注意到中共国台办发言人一贯不掌握台湾民情民意，没有认清两岸现实的自私谈话，我们要给他严正抗议。赖前院长强调主体的意识，秉持着蔡总统维持台海稳定和平的两岸关系的基本政策立场。他日前也强调，中共的一个中国原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种情况下统一，中华民国势必灭亡或消失。我们认为，北京当局依据习5条推销错误的一国两制，暴力钳制其人民争取民主自由的权利，还是升高情势、破坏现状的根源。中华民国是主权国家，台湾从来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台湾人民坚决反对中共的一国两制，中共当局切勿幻想升高情势，干扰台湾选举。台湾2300万人民有智慧，将会透过民主的方式展现守护主权的坚定意志。谢谢。各校的台湾同学会或者是学生向我方向我们办事处提供各种需求，我们都会给予必要的协助。那目前今天我们陆委会有主动向我们的驻港办事处协助安排19位我们的学生返台。那么据我们初步估计呢将近已经返台的学生已经将近370人次对不起，370人那么由于香港情势的不断的升高，那么呼吁港府及警方能够保持克制、冷静。那我们陆委会从7月起也7度发出这个新闻稿，提醒赴港或者是由香港转赴中国大陆的国人，务必要提高警觉，注意自身的安全。那也可以到本会官网登录国人赴港澳动态登录网页，那么如此呢，可以得到更直接的协助以及资源。那我就来跟大家报告一下目前今明2天返台的人数根据我们本会香港办事处的了解，那有关在港台生已回台加计将回台的人数，那以今天的话达到370人。待会我们会把一个数字的统计表提供给各位参考。那由于各校的同学或因学校停课的因素，那么继昨天中文大学的同学返台，那么今明2天陆续返台的有科技大学70人，理工大学64人，城市大学55人返台。那相关的数字还在不断的滚动修正中所以我们待会提供的这个表格也是供大家参考。不过它数字一直在变动那我们如果有新的数字我们都会来提供。我想因为近日香港的这个紧张情势升高，那么学校都是学生主动向我们提出这些服务的需求。那么这些请求我们都有专人专线给予服务。那么我们也会立即展开各种的必要的协助措施。那么所以未来如果有学生那么基于各种状况都可以向我们的办事处用专线我们都有专人24小时提供服务。那么如果有些要我们
协助啊，因为现在香港的情势仍然在升高，很多的交通不是那么顺畅，那么学校周遭也有一些路障，这种情况底下，如果感受到自己想离开学校，那需要我们协助的话，我们请在港的同学们都可以利用我们的专线专人来服务。那么跟我们讲，我们就会提供必要的协助。那我们当然是尊重我们在香港的学生，但是如果有任何的感觉到自己处在这个不方便或是危险的处境，随时跟我们联系。那我们的在香港的同仁也会每天按时跟各校的台湾学生会保持联系主动问他们有没有自己的需要我们需要我们在香港的学生都能够平安如果有需要回台的话，我们一定会提供必要的协助谢谢。